刑事局中部打击犯罪中心和新北市警方锁定一名49岁姓吴的主嫌，伊伫个新北永居税处违法改称，警方现场冲入去抓人，现场也查到非正式的称机1支、称机14粒、电动正床，还有雕刻机等改造工具。 新北市警察局霹雳小组全副武装和刑事局的警员来到永高一大人家厝要抓人，内底姓吴的主嫌、姓潘的嫌犯，还有2个朋友随位后门要驶车逃走，不过却被警方当场抓落来。停车！停车！要走！我开车！下车！下车！大家警察下车！起火！起火！ 刑事局中部打击犯罪中心将获得情报，这个姓吴的主嫌税处当作是改造前的工厂。顶个月底，警方趁伊驶车登去厝里的时阵来抓人，伫咧厝里甲车顶拢总有查到一支非正式的秤、14粒称纸、甲保鲁棒等等用来改造前的工具，还有毒品、海洛因和安非他命。屋内的部分就是起获各式改造工具，包含雕刻研磨机及电动砖床。 还有其他的砖头，他的车子里面查获他随身携带的非制式改造手枪1把。警方表示，姓吴的嫌犯透过合法的管道去买到秤的零件，家己来改造。目前也未查到有啥物人家己买秤。专案依照涉犯秤炮弹、药刀害管制条例、毒品危害防制条例等等的罪嫌，改送新北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